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㗎。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駝背、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手尾可以好長。逢星期日上晝10點，從身體健康時段內，我程海欣同自然醫學博士 Dr.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從頭到腳，從內到外，從中醫到西醫，從養生到美顏，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休息翻嚟咧，繼續啦。星期日早上嘅從身體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就係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啊 Dr. Yan 喺度嘅。咁啊 Dr. Yan 咧就係一位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啦。咁每一次咧都會同我哋講下骨骼健康嘅問題。咁同時間咧，亦都希望針對啲聽眾朋友，因為而家我哋呢一代都係咁啊，成日都用手機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好多嘢都唔需要人去喐動啊，吓咩都係電腦啊 AI。幫你做晒所有嘢，咁我哋坐嘅時間又多咗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嘅生活當中咁少呢啲運動咧，其實即係我哋嘅身體咧就好多地方都會出現問題啊。好似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到啦，有啲老友記或者有啲聽眾朋友咧係朝早起身嘅時候咧都會出現一啲腰背痛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咧上次都教咗啲動作俾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啦，又或者做完之後嘅感覺點啊吓？咁有啲嘢咧就唔係話你估真係神仙咩仙丹咩，阿媽都係咁教啦，要持之以恆嘅，唔係做一次半次得嘅。咁如果你即係學識咗之後，每晚瞓覺嘅時候都做下，又或者咧有時間喺屋企咧都做下呢啲拉筋啊，或者係叫做幫自己鍛煉一啲核心肌肉嘅訓練呢，其實對於保護你嘅脊咧都係有幫助嘅。咁當然，如果你有唔同地方嘅問題，又好想知究竟係咪我嘅骨骼出現一啲角度嘅唔啱啊，或者個弧度係扭歪咗啊，或者係扭旋嘅問題咧，我都鼓勵大家咧可以藉住Dr. Yan 嚟到，我哋每一個星期日咧都會有10個免費嘅名額送俾大家，記得係免費噶。其實呢個 AI 智能呢一個儀器非常之貴，超貴啊！一啲天文數字嚟嘅，咁但係我哋希望我哋嘅聽眾朋友都可以健康啦。咁如果係有啲咩嘅痛症嘅問題咧，都要及早處理啊嘛。咁所以今個早上咧，歡迎大家可以利用呢個電話號碼1834104打嚟登記，1834104登記咗之後咧，就會送俾大家有10個名額，免費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吓，1834104，1834104。上次我哋都講咗啦，呢啲朝早嘅腰酸背痛嘅問題咧，就係同床褥啦，可能係枕頭啦，或者年紀大你嘅核心肌肉冇力啦，又或者有啲朋友係平時都係已經好僵硬嘅呢啲痛症嘅問題啊、睡姿嘅問題咧所形成嘅。除咗呢樣嘢之外，其實你覺得仲有啲咩係都幾困擾啲朋友嘅咧？第二樣嘢咧就係胸椎僵硬，咁我哋俗稱係駝背、寒背。駝背同埋寒背係啦，駝背寒背有冇分別嘅咧？其實有分別㗎。寒背咧就係本身個人其實企得直嘅，但係姿勢唔好，變咗寒住個背。但係駝背就真係結構上個人都結構已經出現問題㗎啦。係啊，咁我可唔可以咁講咧？駝背可能有機會變，唔係寒背有機會變駝背啊，絕對會㗎。係啦，咁駝背就真係坐都坐唔直。舉一個例子，中流壩合。你覺得佢用力可唔可以企得直啊？唔可以，係啦，佢已經係彎咗噶啦，彎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凡事都係病向淺中醫，最好預防就勝於治療。咁呢樣嘢咧，駝背寒背真係好遍及老中青啊！係呢個好常見嘅問題。咁好多時候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寒背咧？就係一個胸椎出現咗一個嘅錯位，影響到胸椎健康，影響到活動能力下降，亦都直接會影響心肺功能。因為個胸椎入邊咧，12條胸椎，12條肋骨，中間就係我哋嘅心肺啊嘛。咁啊，容易引起胸悶啦，唞氣唔順啦。有啲人就同我講，跑步就算有力都冇氣啊，或者做運動覺得自己唔夠氣，唱歌唔夠氣，消化唔不良等等症狀，因為腰背相連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自己
駝背寒背啱啱講咗，好多人都唔覺㗎，自己聽到自己背脊。咁透過我哋嘅電腦掃描 AI 檢測就可以睇到。咁但係有啲跡象咧，可以俾大家留意到嘅，你會唔會行少少嘅斜路，上幾級樓梯就氣喘啊？會唔會無啦啦容易覺得心口翳住啊？會唔會覺得呼吸硬係好似好難，好順咁啊？係啊，好難有個好大嘅深呼吸，係好似唔夠氣嗬？係啊，個人冇精神。腰酸背痛等等問題，咁但係咧去檢查，然後檢查咗心臟同埋肺部，醫生又話冇乜大問題啊。咁所以好多呢啲不適嘅源頭咧，就唔係啲內臟本身，而係支撐保護我哋心肺嘅骨架，即係我哋嘅胸椎啦。胸椎邊個位置咧？就喺我哋背部嘅上段同埋中段。嗰個位置出現問題，咁今日我哋會重點講解啦，胸椎僵硬點樣影響大家嘅活力同日常功能，點樣知道呢個問題，我哋點樣去改善？係Dr. Yan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下。咁我哋係咯，淨係覺得話好似有啲好似你頭先講啊，呼吸唔係好暢順啊。咁但係又唔知係咪真係關啲胸椎事噶嘛？係。咁其實咧就人體我講少少結構問題啦。人體胸椎總共啱啱講咗係12節啦，每一節都連住一對左邊同埋右邊嘅肋骨啦，構成我哋一個胸廓。咁佢嘅天然結構咧係有少少向後彎嘅弧度。所以我成日都教大家聽住啦，呢個小錦囊就係咧多啲咧腰部至到背部去到頭部呢個位置咧，微微向後挨少少。咁你會發覺個人係挨，唔係刻意用力挺直，刻意用力挺直未必持久得耐啊呢個動作。咁但係微微向後挨嘅時候咧，咁個人咧會你覺得個人輕咗嘅，反而呢個重心唔會傾咗前啊。係啊，重心傾前嘅話，個人會覺得好重，好大壓力。但係如果微微向後挨咧，個人係覺得輕咗，因為呢個係一個先至係我哋脊椎應有嘅生理弧度，咁個支撐力係最好，就唔使你同佢鬥力咯。咁但係呢個弧度咧，就係令到我哋能夠挺直胸膛啦，進行到深長嘅腹式呼吸係至關重要嘅。但係如果好多人有長期嘅不良姿勢啊，例如寒背啊、頭向前傾啊，就會令到個胸椎弧度由微微向後彎變成係直，甚至乎向前彎咯。咁過度向前彎曲咧，呢啲結構性嘅改變咧，就會限制咗肋骨嘅活動空間。亦都中間會係令到我哋個肺容量咧唔能夠去到100%，可能一啲嚴重嘅駝背寒背患者個肺容量只係有一般人或者正常嚟講應有嘅6至7成。咁我想問下啦，嗱，如果通過一個我哋今日送俾大家嘅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啦，咁嗰啲駝背同埋寒背咧睇出嚟嘅時候會有啲咩唔同嘅分別？嗱，我先提翻啲聽眾先吓。尤其是我覺得啦，嗱，駝背就係一個結構嘅問題咧，個角度通常都比較大啲嘅，我覺得吓，咁啊會比較容易察覺嘅。但我見到有啲後生女啦，我哋公司啲同事都係嘅，我都見到佢咧，佢係唔自覺，即係佢做嘢耷頭耷腦啊，跟住行啊，拎住啲嘢中下咁。喂你摸我喺側跟係我喂你摸寒埋個背先啊，即係拍下佢啦，咁佢就即刻伸翻直啦咁樣。咁但係如果通過一個全新嘅骨骼 AI 嘅智能檢測，點樣可以睇到同埋睇到啲咩咧？嗱，先提翻大家想登記下 check 自己有冇呢個寒背嘅問題咧？1834104，1834104，好重要噶。有冇寒背？除咗影響我哋嘅功能性之外咧，仲要俾人嘅感覺。嗱，你成日做 facial 啊，成日咩整呢樣整嗰樣，想俾人嘅感覺，同埋自己覺得後生 feel young 啊嘛，係咪？唔好嗰種叫老態龍鍾啊嘛。咁但係老態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發覺自己成日越烏越低，越縮越低，越耷越低，寒背就有機會變駝背啦。即係本來一個姿勢嘅問題咧，就變咗一個永久嘅結構問題。我諗大家都唔想呢樣嘢㗎吓，即係除咗影響我哋嘅呼吸，仲影響你嘅自信同埋外觀。即係冇打開個胸膛，我哋阿媽都教落要挺起胸膛做人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歡迎大家即刻咧登記做呢個 3D 全新骨骼檢查，咁啊了解多啲究竟自己係咪已經有寒背，同埋寒背你寒幾多先？即係個角度係幾多，同埋要做啲乜嘢？病向淺中醫嘛，嗱聲糾正翻啊！原來我日常生活，我咁樣行係會令到我即係再傾前，咁啊 Dr. Yan 就好好嘅，佢哋嘅同事同埋團隊都會教大家。嗱，記得啦，1834104即刻打嚟登記，1834104。另外咧，亦都可以 WhatsApp 嘅 number 就係55415334，我哋有10個免費嘅名額嘅，1834104或者係55415334。
55415334。我哋休息一陣吓，轉頭Dr. Yan 咧教下大家有啲咩方法可以咧令到大家糾正翻我哋嗰個寒背嘅問題。除咗頭先話，大家要即係比較在意啲、刻意啲，記住我哋企直之後，個人都要稍微微微咁樣褪後啲啲，係啦，令到個重心咧唔會咁重啊個負荷吓。記得啦，要登記免費全新嘅 3D 智能檢測1834104。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繼續今日嘅從身體健康，除咗程海欣，仲有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 Dr. Yan。Hello，Dr. Yan， 早晨。Hello， 程主播早晨，大家好啊。係早晨，早晨。咁啊 ，Dr. Yan 呢就係嚟自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咁啊自己咧就研發咗一套方法咧，去幫大家執整翻你嘅脊啊吓骨骼重建工程。咁啊，利用人體嘅神經反射區啦，做一個治療嘅。咁啊，今日早上咧，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去登記 3D 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檢測。頭先講咗啦，即係我哋會做好多嘢，令到自己嘅身體健康啦，或者我哋做下 facial 啊，好多嘅 treatment 啊，令到自己個樣又容光煥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嘅姿勢，即係你人啊，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嘅姿勢，俾人個感覺成日烏氣縮起個隻內旋咁樣內捲咧，都係一種老嘅感覺嚟嘅，同埋好似得唔得挺起胸膛做人，係咪？我媽話咧，地下有錢啊，你都唔識執啦，係咪先？你身體唔健康，咁所以咧，一定要咧，保持住一個良好嘅姿勢。但係你話，喂，我唔知自己係咪有呢個寒背嘅問題，唔緊要。今個早上咧，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登記咧，做一個免費全新嘅 3D AI 智能嘅檢測。1834104，1834104。好啦，交俾你啦，Dr. Yan。除咗頭先嗰個少少溫馨提示，大家企嘅時候向後少少之外，仲有啲板斧喎。有啊，咁教大家做一啲改善胸椎活動度嘅安全練習。咁我哋呢2個練習咧都係坐姿進行嘅，所以即係坐喺度嘅。係啊。咁第一個叫做坐姿胸椎旋轉，咁係點樣做咧？第一步坐直。咁然後咧，雙手咧交疊抱於胸前，或者放喺自己後腦。咁點解會有2個動作咧？因為有啲患者可能有肩周炎啊，未必隻手可以擺到佢後腦噶。咁啊，擺喺胸前啦。就咁擺喺胸前都已經做咗噶啦。未得嘅。咁然後咧，吸氣預備，吸氣嘅時候咧，慢慢將上身轉向左側，咁個視線都係跟隨住個身體咁樣嘅，係咪好錯而家咁？係啊，冇錯。感受下背部中央，即係胸椎嘅旋轉感。記住去到最盡，保持3秒，慢慢要保持3秒。OK， 係啦，去到最盡，保持3秒，然後咧再慢慢回翻正，跟住咧再換邊，切記咧個速度要慢，幅度咧盡量去到最盡，但係以無痛為標準，即係一痛就要停啦。我覺得個腰有啲拉扯嘅感覺咯，呢度係一路做嘅時候係啦，咁有少少竅門嘅，就係一路做嘅時候試下個頭微微向後挨，因為個頭微微向後挨嘅時候咧，咁啊腰背咧都會微微向後挨到嘅。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嘅訓練啦，一個鍛煉啦，係咪？係啊，冇錯。咁第2個訓練咧，我好中意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啲患者，佢哋係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或者瑜伽導師，佢哋就因為佢哋平時係做開運動啦，但係因為工作上有勞損啊，咁佢哋就同我都會有一個唔錯嘅反饋，話幾好啊呢個動作。肩胛骨後收訓練係乜嘢咧？大家可以隨時隨地都做到噶，你坐直或者企喺度都得，2隻手咧擺喺身體嘅兩側。咁然後咧，手心向前面，即係手掌嘅位置向前面，然後慢慢咧將個膊頭咧，令到後面個肩胛骨咧係向後夾住，即係打開啦。係啦，想象中間肩胛骨中間咧，即係個背部中間咧有支筆，係金筆嚟嘅。即係要夾住佢嘅，要夾住佢唔好甩啊！即係後面嗰2嚿雞翼骨咧，要夾住啲嘢咁，好似即係我哋將你嘅手打開，手心向天，向前，係啦，係慢慢向兩邊肩胛骨向中線向下方去收緊。咁你就會感覺到咧個背部嘅中央肌肉用力，胸口咧前面胸口就會輕微打開嘅感覺。
咁呢個保持5秒之後放鬆。咁呢個動作就愛嚟去強化中下嘅斜方肌啦，幫助係對抗寒背嘅。咁呢個動作咧可以多做，可以日常生活得閒就做。冇錯啊，呢個咧我覺得係如果已經開始有少少寒背嘅人可以做啦。就算冇嘅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預防我哋會內旋啊嗰啲關節，因為你知我哋譬如用電腦又好，我哋平時做嘢啊，所有嘢咧都係傾前噶嘛。咁所以嗰個兩個肩胛骨嗰啲位咧都係內接啊，好少咁樣打開個胸口噶嘛。所以如果我哋多做呢個動作咧，哇！正啊，即係個身形咧都會 fit 好多，會有所改善。係咯，同埋預防呢個寒背添。係一個好好嘅提醒作用。係啊，咁當然啦，頭先大家聽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因為用呢一個聲音導航啊，喺呢個大氣電波入邊，唔知大家掌唔掌握到做呢一個動作嘅竅門呢？唔緊要，如果大家真係想Dr. Yan 嘅同事佢嘅團隊咧，即係一把手咁樣親自係面對面教你都得嘅。只要大家咧今個早上咧即刻登記呢一個 3D 全新嘅骨骼智能檢測，咁去到除咗係俾你知道而家自己係咪真係有寒背嘅問題啦，點樣去及早處理之外咧，另外最重要咧仲可以教埋你一啲動作，係啦，等你翻屋企咧多啲鍛煉，哇！真係諗起都開心啊，個身形即刻 fit 晒靚晒吓。係啊，冇嘢緊要得個健康，冇錯啦。咁可能個人咧成個人都高咗，你明唔明啊？你以前成日攣埋，你所有嗰啲即係腰，其實你冇咁矮嘅，好似縮咗水。係啦，我有聽過啲人咧話做完你嘅骨骼工程之後咧，個人高咗，有機會都可以分享呢啲個案。任何年紀都係有，甚至乎有啲長者都係發現高咗。其實我就話，因為我哋都係老實人啊，坦白講，你唔係高咗，而係你之前縮咗水，而家去翻一個你應有嘅高度啫。冇錯啦，即係好似條褲咁樣咧，縮埋咁啊越嚟越短咯。但係你即係將嗰啲拉翻鬆、拉翻開咧，你又挺起腰啦，你嘅脊又冇再即係耷落去或彎落去，你俾人嘅感覺咧就成個人咧唔同晒。仲有咧就係因為你打開咗你個胸口之後咧，你嘅呼吸暢順咗，氣息好咗，人又健康咗，哇，掂晒！嗱，今日早上我哋繼續有10個免費嘅名額咧，俾大家做呢個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嘅，記得即刻打嚟啦，1834104，我哋嘅同事會聽大家電話啦，將你嘅聯絡方法俾Dr. Yan，佢哋嘅同事咧喺辦公時間會聯絡翻大家，預約一個時間，記得啊，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預約咗一定要出席噶吓，1834104。另外咧 WhatsApp 就係55415334，55415334。好啦，教咗我哋2個動作之後，咁今日有冇啲實際嘅案例同大家分享下咧 ？Dr. Yan 有啊，最近呢接咗個案就70幾歲嘅中伯，咁佢本身係一位粵曲愛好者，但係近呢幾年佢覺得自己嘅唱粵曲嘅表現越嚟越差，咁一開聲覺得自己扯唔到氣，係唔夠氣啦，係啦，經常胃脹，咁佢做過心電圖啦、胃鏡啦等等嘅檢查，結果都正常，令佢覺得點算好咧，好困惑，又好中意唱粵曲。係啊，咁佢後尾接受我哋嘅3D 智能 AI 檢測之後咧，經過電腦掃描啦，發現佢有明顯嘅寒背，而且係有駝背嘅跡象，伴隨住個嚴重嘅關節僵硬，亦都因為駝背寒背，大家要注意咧，係好容易會係令到個脊柱側彎情況係明顯惡化嘅，咁活動能力咧就幾乎咧係好似即係好受阻啊，咁我哋嘅方案就係首先用骨骼重建工程，溫和咁幫佢啲骨正翻啱位啦，鬆解翻佢嘅胸椎關節啦，然後教識佢，重點教佢以橫膈膜為主嘅正確呼吸方法啦，然後指導佢每日咧進行一啲上述嘅胸椎活動嘅訓練啦，堅持大約3個月之後咧，咁中伯回訪嘅時候，佢好精神奕奕啊，中氣明顯改善，胃脹情況都減少。佢話而家咧呼吸暢順咗，個人都冇咁翳悶啦。咁而家可以重拾翻唱曲嘅興趣，從即場咧唱帝女花俾我哋聽，好開心啊！咁樣咁最緊要咧去到一個即係人生嘅唔同階段咧，都可以繼續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吓，即係心想事成啊！正所謂。咁如果大家即係喺嚟緊，無論你係喺邊個階段都好啦，都繼續想有健康嘅身體，有氣有力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一定要咧知道自己而家你好似頭先Dr. Yan 呢個咁樣嘅案例吓，究竟我而家出現點解我明明以前唱大氣好夠氣喎，而家出現咩事咧吓？一定要揾到嗰個源頭，究竟係咩事，對症下藥。咁同埋 Dr. Yan 除咗做檢查之外咧，最重要咧，佢會有一個自己研發嘅骨骼重建工程，嘗試幫大家處理而家
嘅問題之外，仲有就係翻到屋企，你都知道究竟你嘅姿勢啊，或者你恒常可以做嘅啲鍛煉係幫到自己嘅係啲乜嘢嘅訓練吓。佢哋嘅團隊咧會好耐心、好細心咁教大家，每日咧都持之以恆咧，一定咧係越嚟越好㗎吓。嗱，記得啦，今個早上咧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登記啦，做一個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1834104，1834104。WhatsApp 登記咧就係55415334， 55415334。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